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课文的地方。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最主要是讲到说第60页呢，然后讲到了性许比度的地方。那在讲性许比度的时候呢，讲到说，于字之所依，性许正因之后，对于字之所量及隐蔽法，不欺狂的单着之，是性许比度的性象。那在讲性许比度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呢，性许比度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要透由就是三察清净圣言。那三察清净圣言呢，就是它不能违背三种量。那就是呢，三种量所谓的不能违背三种量呢，就是说对于现前的法类呢，不能违背限量；那对于隐蔽的法类呢，不能违背比量。那还有说呢，就是对于极隐蔽的法类呢，它不能违背就是性许，它不能违背性许比度，那就是要具备这三种条件之后呢，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性许比度。那在讲说性许比度的时候呢，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也有引用到就是世尊所讲述到的经。那透过这个经文里面呢，那我们可以呢继续讲述到就是佛法呢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事依还有事不依。那我们今天呢就稍微就是概略的介绍一下。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在了不了义呢它的开头没多久时候呢，那宗喀巴大师呢就引用到经文，然后提到说呢，比丘或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炼结魔金，信受非为净。那宗喀巴大师所引用的这个在了不了义所引用的经文呢，然后跟就是世尊呢他原本的就是经文的内容呢，就是稍微有一些不同。那虽然说稍微有些不同呢，但是其实里面的意涵呢是完全一样的。那透由就是比丘或智者，当善观我语呢，那从这边呢，它其实呢又可以引出了，就是他所要表达的呢，又可以表达出了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事依还有事不依。那除了事依和事不依之外呢，那它其实也是把三察清净圣言呢，也是含摄在里面。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呢，就是在讲述到事依跟事不依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是同时呢一起去解释的。那所谓的事依事不依呢，就提到说呢，就是依法不依人。那第一个呢是依法不依人，就第一个呢要依的是法，那不依的呢是人。那在依的法里面呢，又提到说，我们说要依的法里面呢，是要依到这个法呢它的意义、它的意思，而不是依照呢就是字面上的语，或者说字面词面上的意思。所以第二个呢是依义不依语，所以呢所要依持的呢是法里面它所讲述的意义，而不是依照的它词面的这个句子的意思。所以第二个呢是依义不依语。那第三个呢提到说要依着它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既然是要依意思的时候呢，我们所要依靠的呢是要依靠着了义经，而不是依靠着呢不了义经。那最后呢讲到说呢依智不依事，所要依的呢是智而不是事。那这边所依的事呢，就是提到说不能依靠着就是我们错乱的这一些意识，不可以依靠着错乱的意识，而是要依靠着呢所谓的智呢，是指说圣者心绪当中的圣根本智。所以呢，我们所不能依靠的呢，是不可以依靠错乱的这一些意识，而是要依靠呢圣根本定智。所以最后呢提到说依智不依事。再说一次哦，事依事不依呢，就是第一个呢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呢是依义不依语，第三个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第四个依智不依事。那所谓的事呢，指的就是说我们错乱的这一种意识。那所要依的智呢，是依着就是圣者心绪中的圣根本定智。就是当那在这边呢，所谓的依还有不依呢，这个依呢，在藏文里面的意思呢，是指说依靠。那依靠这个依靠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信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要升起信心的对象呢，或者说我所能依靠的，我所要深信的对象呢，就是法、义
了义经还有智。那不该升起的呢，就是人、语、不了义经以及事。就是在这个寄颂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讲述了就是事一还有事不一。那在讲述这一部分呢，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都称自己是佛弟子。那所谓的佛弟子呢，就是跟随着世尊呢修行的这些人。那所以呢，世尊就是透过这个寄颂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该如何修。那什么呢才是真正的依教奉行呢？那就是这边所讲到的比丘或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净。那在这个寄颂里面呢，它是如何提到了就是事一跟事不一的呢？那在讲述到事一事不一的呢，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提到了说依法不依人的部分。那在讲到依法不依人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我的部分，就是当善观我语，然后呢信受非为净。所以讲到说我呢还有为净这两者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是不依人的部分。就是说对于我呢，好像说只把它因为我是佛的缘故，或者说呢觉得说我是佛陀的缘故呢，所以你只因为是我呢，然后呢就升起了为净。然后就是我还有为净这个呢，就是提到了说不依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可以呢仅仅这样子呢就做依止。那要如何的修学呢？世尊所讲述，世尊就说，那你们该如何学习我所讲述的这一些法呢？那就提到了呢善观我语，然后呢信受非为净。就提到说，我们呢对于法，我们对于佛陀所讲的这些教理呢，我们该如何的去依止呢？并不是看到我之后呢，就产生了尽信，就产生了信心，这样子去受持，并不是的，而是要去善观我语，就是你要去好好的观察呢，我所讲的这一些是否是正确的。所以提到说信受非为净，所以这边呢就我语以及信受非为净呢所讲的呢是依法的部分。所以这以上呢是讲述了就是依法不依人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到说依义不依语的部分。那依义不依语呢，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我语为净的这个地方呢，提到说我语为净。那刚刚是提到第一个呢，讲到说不依人的时候呢，是提到说我为净。那这边呢依义不依语的地方呢，那我语为净呢，就是我们所不依靠的，就是不能仅仅依靠着呢，就是语的部分。所以呢，同样的，他讲到说，当善观我语，那信受非为净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对于我所讲的这个法呢，你们不是呢，就是要如实的去遵从，而是要同样的呢，要去善观察我所说的这些内容之后呢，然后才升起信心呢。那这个呢，是属于说依义的部分。所以我语为净呢，是属于不依语的部分。那当善观我语，信受非为净呢，是属于不依语的依义的部分，依义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那所谓的了义经呢，就是它所诠释的内容呢，对于量呢是无有危害的这一种呢，那称之为是了义经，就是佛所讲的这个经的里面内涵呢，它如果是不为正量所危害的话呢，不为量不为正量所危害的话呢，它的所权益不为量所危害的呢，那就是所谓的了义经。那为什么会分为了义经跟不了义经呢？那我们来做譬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呢，佛陀他有时候呢会讲到有我，那所谓诠释有我的这个内涵呢，就是所谓的不了义经。那或者说呢，对阿阇世王呢，就是谈到说，就是父可杀，母可杀这一种呢，那这种诠释的经典呢，那也是所谓的不了义经。那或者是说呢，世尊呢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在一转法轮的时候呢，提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存在着。那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提到了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不存在的。然后呢，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又提到说依他起还有缘成实呢是自性存在的。那片剂值呢是
自性不存在的。那就是又有这一种讲法，就是在每一种法轮时候呢，那世尊所讲的不同，所以呢，从这里面呢，然后去辨别说，那哪一些呢是属于疗易经，哪一些呢是属于不疗易经的内涵。那最后呢，就提到了说，就是依智不依事。那所谓的依智呢，不依事呢，就是讲到呢，我们不依靠呢，就是错乱的这一些意识，那要依靠呢圣根本定智。那什么是错乱的意识呢？那所谓错乱的意识呢，就像是分别心，还有像是根识等等。因为像是分别心呢，还有根识呢，它呢都会显现第十。就以凡夫心绪中的六识来说的，根识来说的话呢，它呢会显示呢就是实相。那同样的呢，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根识呢它会见到外境。那以中观中来说的话呢，就是根识呢，比如说眼根呢，它会见到所谓的第十。那以唯识中来说呢，根识呢它会显现外境。那中观中来说呢，就是根识呢它会显现第十。那同样的呢，对我们的分别心来说的话呢，那分别心呢它也是会以唯识派来说的话呢，它会显现外境。那分别心呢，以中观中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会显示第十。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根识，还有像是分别心呢，这些呢都是属于错乱的，因为呢，它会把非外境或是非第十这些法呢，然后显现为就是外境成立或是第十成立。所以呢，这些呢是我们不可依靠的事，不可依靠的意识。那我们所要依靠的呢，就是完全不会显现任何，无论是唯识中所讲的外境，或者说中观中所讲的第十呢，都不会显现的这种圣根本定智呢，那才是我们所要依靠的。所以呢，最后提到了依智不依事。那所以呢，这边呢，在讲到事依跟事不依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呢，我们不能因为说对方呢是因为很尊贵的人，或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人呢，然后就对于说他所讲的话呢，我们就完全的去相信，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最主要呢是要去看他讲的法的内容。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依法不依人。那至于说他所讲的这些法的内容呢，那我们要去看到说呢，就是我们要依靠呢他所讲出来的这个意义，就是他所讲的意思，而不是只看他字面上的这一些字义，而是要探讨到说他深刻的内涵。所以第二个呢提到说依义不依语。那讲到意思的时候呢，那就要去了解到说，我们所要依靠的呢是要去了解、去依靠了义经，然后呢不能去依靠不了义经。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所要依靠的呢，就是圣根本定智，而不是这些错乱的意识。那从这边呢，也就显现出了说内道还有像是外道的差别。那为什么会讲到说内外道的差别呢？因为呢，世尊呢他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呢，他并不会因为说，我是你们的导师，我是最尊贵的，所以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你们全部都要去听信，然后去信受，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们要好好的呢去观察我所讲的这些内容。那该如何的去观察呢？那就是透由理路去观察，或是透由正因呢去观察。所以最主要呢，佛法在讲述内容的时候呢，就是要透由理路呢，还有正因呢去观察。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像是外道的导师呢，他并不会这个样子，他只会跟你说呢，因为是我讲的呢，所以你们全部都要去听，你们不用去做特别的观察，只要是我讲的呢，你们就要好好的去信受，然后呢去行持。但是呢，这就是内道跟外道最大的差别。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在听闻之后呢，如何去辨别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那推到最后面呢，那也就是透由理路呢，还正因。那为什么在这边要讲到事依跟事不依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在讲到说信许比度的时候呢，就提到说要依靠自知所依的信许正因之后呢，那我们对于说自知所量的极隐蔽法不欺狂的单着之呢，那这个呢是信许比度。所以在讲到信许正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说三察清净圣言。那同样的呢，三察清净圣言呢，也就是说你在相信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你该怎么样去信受呢？那你去信受这个经典的时候呢，它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那就是第一个呢，对于现前的法类来说呢，就是不能够违背限量。
那对于说略隐蔽分呢，略隐蔽分的法类来说呢，它不能够违背就是视成比量。那对于说极隐蔽法呢，它不能够违背信许比度，要具备这三者条件的这个经文呢，这个经呢，我们才能够去信受，才能够去行持的缘故呢，所以谈到三察清净圣言。那讲到说，那如何具备这个条件呢？那就是如同像事一跟事不一所讲到的呢，我们要透有理路呢，还有正因呢，去观察、去抉择之后呢，然后才能够去相信这一段经文呢，是否是属于三察清净圣言，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一个经文，然后才去信受奉行。所以呢，在就是比丘或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净呢。那刚刚讲述到呢，就是它在里面呢，就是包含了就是两个内容。那第一个呢，就是属于事一跟事不一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包含了就是参察清净圣言的地方。因为呢，我就讲到说，要具备就是信许正因。那信许正因，它如何才能够承办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它具备呢三察清净圣言。那三察清净圣言呢，所显示的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如炼结魔金。那第一个呢，炼呢就是透由火去烧之后呢，然后透由颜色呢去观察说这个金子的状况，然后就如同说呢，我们透由就是眼睛呢去看，就是现前的这些法类呢，它是否跟限量呢有所相违，就是现前的这些法类呢，它不违背限量。那第二个结呢，就想要说，就是把这个黄金呢切开之后呢，然后看它里面呢是否还有掺杂其他的铁啊，或是其他的金属，然后这个呢就如同是对于说略隐蔽分来说的话呢，它是否是有对于视成比量呢是否是有所相违。那最后面呢就提到说是魔，那魔呢就是最主要呢是看它的材质，或者说这块黄金它的体性呢，就是主要是看它的含金量呢有多高。那这个呢最主要讲述的呢就是说对于呢这些极隐蔽法呢，它是否对于信许比度去观察呢是否有相违。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属于三察清净圣言。所以呢在提到说比丘或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炼结魔金，信受非为净这个偈颂呢，那就是讲述了事一事不一以及三察清净圣言这两个内容。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寄诵呢，如果我们能够背起来的话呢，我想是非常好的。因为呢，我们如果能够时常呢去念诵这个寄诵的时候，那无论说我们在看世尊所讲的哪一部经典呢，或者说世尊在讲述初转法轮，或是二转法轮，或是三转法轮的内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现起呢这个寄诵，然后透过这个寄诵呢，然后去思维说世尊所讲的这些经文的内涵呢，那是否呢是符顺于三察清净圣言？然后透由此呢去观察，然后去抉择的时候呢，那想必之后我们的观察会呢会越来越明利。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信许比度。那接下来呢所要讲述的呢就是集成比度。那这边呢集成比度的性象呢，在解释的时候就提到说，依于智之所依集成正因之后，对于智之所量，深深共称不欺狂的单着之，是集成比度的性象。那所谓的深深共称呢，就提到说是世间共许的语词，或是我们讲说世间名言的共许。那之前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所知呢，它可以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呢，量呢可以分为两种。那一个呢就是限量，那第二个呢就是分为比量。那所谓限量呢，那限量它的所量是什么呢？就限量它的对境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透由我们感受，可以直接感受，可以直接领纳的这一些呢，那是属于限量它的所量。那比量的所量呢，就提到说是属于隐蔽法。那我们在讲述隐蔽法的时候呢，就提到说隐蔽法呢又分为两种。那一种隐蔽法呢，就是它符合于事实的状况的这一种。那符合事实状况的这一种呢，那要去证得的时候呢，是透由事成比度或者说事事比度呢去证成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透由
又是世间名言的这种共称的方式，世间名言共取的这种名言呢，世间共取的名言呢，然后去证得的方式。那这边呢就举例到说，那事项是什么呢？就是通达堪能将怀兔称为月亮的比度，就是呢，当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月亮它的别名呢，就是在藏文里面它的别名呢可以叫做怀兔。那怀兔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只兔子在上面，或是说具兔，就是具有兔子的意思，就是看着像兔子，所以具有兔子。然后呢，它还有其他名字，就是在藏文里面月亮的名称呢，除了月亮之外呢，它有像是怀兔，然后呢还有说是具良，或说呢具光，就是具备的具备凉爽，或是具备光明呢，就是以特性呢来为月亮命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命名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世间共许的这一种名言呢？那我们刚才就讲了一种呢，它就是属于就是它就是符合于世间的这种相貌。那符合于世间就是服顺于事实的这一种呢，那无论是服顺于事实的这一种，或是透由名言所安立的呢，那都是要透我们的分别心呢去安立。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法呢，它刚成立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东西刚被做出来的时候呢，或是刚被发现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说呢，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呢，就立刻把它立刻就会现起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的这种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的名字，我们并不会这个样子，一定是透由一个第一个人呢，把这个东西呢叫做安立它的名称之后呢，把它的名字安立之上呢，那我们才会升起这样子的分别心。在还没有安立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所以呢，当有了第一个人呢，然后把它取了名字之后呢，有了第一个安立名称的名字，把它取名之后呢，那这个名字呢就变成了世间所共许的。所以他不可能说呢，他的名字不可能说一开始呢就是伴随着他而存在。那世间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他是怎么去安立这个名字呢？一定是透有分别心呢去安立的。所以每一个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堪为世间名字的这种去命名的方式。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呢，它可能不止一个名字。那有的人会在它之上呢，又去安立一些其他的名字。那这些呢，就是堪为安立为世间的名字。所以一切法呢，它也都是堪为安立为世间的这种名称，或是堪为安立为世间的名言。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通达堪能将怀兔称为月亮的这种比度呢，就是这边所讲的集成比度。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集成比度的时候呢，它所依靠的集成正因呢是什么呢？这边他讲到呢，说是通达，就是堪能将怀兔称为月亮的比度。那这个呢，在讲述这个比度的时候呢，他所依靠的集成正因是什么呢？就是提到说，就是像是怀兔有法，那堪能取名为月亮，因在分别境上存在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到说，怀兔呢，它为什么堪能取名为月亮呢？最主要是说，它堪能取名为月亮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分别记上呢，可以存在的缘故。那我们讲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意思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些亲朋好友呢，我们能够把他堪能取名为善良，就会我们会把他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为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他是善良的这一点呢，是在于说在分别心上呢，就是分别心的境上呢，它是存在的缘故。就是你的分别心上面，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才会跟他变得很好嘛。所以同样的呢，你以你的好朋友，就是你以你的好朋友为例，或者说以他当作有法。那他堪能呢，叫做就是善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分别心的境上呢是存在的缘故。就是我们分别心境上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啊，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的好朋友他就是一个好人。那所以同样的呢，就是以怀兔呢作为有法，他呢堪能取名为月亮。为什么能够把怀兔命名为月亮呢？因为在分别心的境上呢，它也是存在的缘故。所以呢，透由此呢来成立说所谓的集成正因。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到说，依于自之所依的集成正因之后呢，对于自之所量生生共称。那这边的生生共称呢，所讲的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呢，就是世间共许之言辞，或者说世间共许的语词。那或者说呢，我们在
更明确一点的话呢，它就是呢，就是能取的声音，能取名的声音，或是能取名的这个名字，能取的名字，或是能取的声音。那这是怎么讲呢？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怀兔有法，它堪能取名为月亮，是因为分别心的镜上存在的缘故。那同样的呢，你也可以把它说怀兔有法，堪能取名为平子。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假如说它堪能为取什么名字呢？其实一开始呢，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出生之后呢就有的，它一定是有一个能取的。能取的这个声音，或是能取的名字的这个声音，那能取名的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它一开始呢，会有一个想要命名的这一种思，或者说想要命名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要命名的这个思念或是想法。有了这一种想要命名的想法之后呢，你才会为这个东西去安立名字啊。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呢，一个小孩子出生之后呢，那他的父母亲呢，就是把他命名为小明。那想要取这个名字的这个心呢，是后来才会有的嘛。那有了这个心思之后呢，然后才会把这个小孩子呢命名为小明。所以呢，小明这个名字呢，并不是说小明一出生之后呢，就跟着小明同时存在的。因为如果说小明这个名字它叫做小明，一开始呢出生他就叫小明的话呢，那应该任何人呢一看到他就知道说他叫做小明。但是并不是的，他一定要透过他的父母亲把他命名为小明之后呢，他才会叫做小明。就比如说他的父母亲把他命名为小明，一开始把他安立为小华的话也是可以的啊，所以他也堪能取名为小华啊。所以在这边讲说，就是要符合世间共许呢，就是你要从它的特色里面呢去命名，所以才会说怀兔有法，然后他堪能取名为月亮。那是因为呢，在分别心的境上呢，它是存在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它这个命名的时候呢，除了说你在命名的时候，除了这个能取的这个名字，或是能取的这个声音之外，能够取名的这个声音之外，那能够取名声音最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说你想要命名的这个想法嘛。那也就是所以这个命名这个想法，它是分别境上，就是分别心的境上，它是存在的缘故。所以任何一个法呢，它都可以堪能取名为某某这样子。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提到说呢，依于自之所依的集成正因呢，然后对于自之所量，就是生生共振，也就是呢对于世间共许的这个名字呢，或者是共许的语词呢，然后不欺狂的这种单着之呢，是集成比度的性相。那在讲出事项的时候呢，就提到说，通达堪能将怀兔呢称为月亮的这个比度，因为我们就讲到呢，就是为什么说，堪能将怀兔呢称为月亮呢？就是一开始在命名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在古代时候呢，他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像是月亮的这个阴影呢，然后可能长得像兔子的缘故呢，所以把这个月亮呢又取名为叫做怀兔，或是像是有兔子这样，具兔子。就是具有兔子这样，然后透由这样子呢去安利，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它的论事呢，去最后面的因是什么呢？因是于分别境上存在的缘故。那因是于分别境上存在的缘故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分别心呢，我们一个分别心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种可以去为它命名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看到什么呢，我们的分别心境上存在缘故呢，我们都会觉得是对的。那这个是否是真正的对，就是是否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对呢？那我们并不去讨论。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法呢，它都是，或者说任何一样东西，它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分别心上面呢，然后去存在的。所以呢，你把这个怀兔呢，你看到怀兔之后呢，就是你看到月亮，然后觉得它很像怀兔之后呢，你就把堪能将怀兔呢，然后把它称之为月亮的这种比度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第二个呢，集成比度的性象的事项呢，就是放了说通达堪能将怀兔呢，然后称之为月亮的这个比度。那在讲完了就是集成比度之后呢，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世事比度。那就看到61页呢，讲到说依于智之所因世事正因之后呢，那所谓的世事正因呢，就是我们所讲到呢，就想要说神因呢，它应该是无常，因为呢，它是刹那刹那在幻灭。就是为什么它是无常的原因呢？就是刹那刹那在幻灭。那无常是刹那刹那幻灭的这一点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来自于说它是完全服顺于事实的，或者说你在讲说啊，应该是有火啊，为什么？因为那边有烟啊。
就是这一些呢都是符顺事实的。那这边的事事正音呢，就是以藏文直接讲的话呢，我们讲事事正音或是事成正音，就是它是符顺于就是世间的情况，或是符顺于事实的缘故。它是符顺于事实的缘故，所以叫做事事正因或是事成正因。它的符顺于事实，这个事实呢是成立的缘故，所以讲是它是事成正因或是事事正因。所以依于自之所依靠的，你所依靠的呢，就是它是符顺于事实的这个正因之后呢，然后对于自之所量，就是这个比量它的对境呢，与自之所量呢是略隐蔽法。然后又是不欺狂的单着之呢，那就是事事比度的性相。那所以呢，讲到说自之所量略隐蔽法，那我们之前呢就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所有的法呢，它可以分为就是现前分以及隐蔽分这两种。那现前分呢，就是属于说我们透由现前呢可以证得的，就是可以透过眼睛啊，或是这些呢，直接就可以感受到，直接领纳到的这种呢是属于现前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隐蔽分。那隐蔽分呢又分为两种，那分为略隐蔽法以及说极隐蔽法。那略隐蔽法呢就讲到说最初证得的时候呢，它是要透有一个符顺于事实的原因，就是透有事事正因，符顺于事实的原因，或者是呢上面所讲的它要靠一个集成的正因，就是呢它呢要么就是符顺于事实，要么就是符合世间共许的这个名言，就是要透由这两个原因去证得呢。最初证得的时候呢，要透由这两个原因去证得呢，那就是属于略隐蔽法。那极隐蔽法呢，就是它是没有办法透由凡夫，就是我们在最初证得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透过就是事事正因或是集成正因去证得，它一定是要依靠着就是具备三种条件的这一种经文，透由你信心呢，然后去承许之后，然后又具备三种条件的这个经文才能够正达的这一种呢，那这个呢是属于极隐蔽法。那所以这边自之所量呢，就是讲到说它的境，自之所量就是说它所能够证得的这个境呢，是属于略隐蔽法。然后呢，不欺狂呢，就讲到说它能够证得，然后呢，不欺狂的单着之，那这个单着之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凡事呢分别之呢所能够证得的呢，凡是单着之呢，它都是属于分别，它都是分别。所以这边讲到单着之呢，就知道说这个事成比度它的体性呢是属于分别之。那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对于这三种比度呢，那我们会讲到说，依于自之所依的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依序来说的话呢，就像是现许比度呢，它所要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的现许正因。那对于集成比度来说呢，它所要依靠的是集成正因。那对于事事比度来说呢，它所要依的呢是事事正因。那所以呢，就讲到说，它所要依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方便，它的一个方法，它要依靠什么东西才能够证得呢？它要依靠的就是现许正因，或是集成正因，或是事事正因呢，它才能够证得的。所以依于自之所依的这个东西呢，是它所依靠的一个方法，或是方便，或是理由。然后对于自之所量呢，那自之所量呢，就显示出了它的体性。那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就讲到说，透由自之所量呢，它的就是说他所证得的这个法，它的体性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像是兴趣比例的话呢，它的境呢，就是属于极隐蔽法，就讲到说它境的一个体性，它对境的这个体性，它的所量就是它的对境的体性呢，是属于极隐蔽法。那对于说集成比度来说呢，它的体性呢，它所证得的对境的体性呢，是属于生生共称。那对于事事比度来说呢，它所证得的这个境呢，那它的体性呢是属于略隐蔽法，那就是透由这个呢，自知所量是属于什么东西呢？就是属于它的体性。那不欺狂呢，讲到呢，就是透由观察，透由观察之后呢，然后而不欺狂，就是观察之后，然后能够就是了知的这种呢，就是提到说不欺狂，就是你并不是呢就是错乱的这种了知，而是透由你观察，然后了解之后呢，然后不为欺狂。然后讲到单着之呢，就提到说这个比度的体性呢是属于分别。
那我们除了那以上呢，就已经解释完了，就是所谓的比度。那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就是在讲比度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在讲比度的时候呢，讲到说比度呢，它可以分为智力比度还有他力比度这两者。那或者说呢，在这边讲到说呢，比度呢，它可以分为说兴趣比度、集成比度以及事实比度这三种。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讲到说比度呢，然后还有视比度。那这个视比度呢，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述线前的时候呢，最后提到一个视线前一样。那这个视比度呢，就提到说它也不是正确的一个比度，它是属于错乱的，所以叫做视比度。那所谓的我们一般在讲比度跟视比度的差别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讲比度的时候呢，它所有依靠的呢，就是依于自之所依的正因，就是你要透一个正确的原因。然后正确的理由呢，然后去安利之后才能够证得你自己的这个所量的这种呢是属于比度。那对于视比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对于自之所依的呢，就是并非是正因。至于自之所依的是视正因，然后还是类似的视正因。那因为他所依靠的呢，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原因的时候，所以他对于他自之所量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不欺狂。所以这一种呢，就是唯有正因呢，然后去理解到的这一种呢，就是这边所讲的视比度。那我们在讲述就是视比度的时候呢，那又可以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分为分别的视比度；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无分别的视比度。那一个就是属于分别，一个是属于无分别。那在分别的视比度里面呢，那在分类的时候呢，其实也蛮好分类的，就是呢，在讲到三种是正音的时候呢，那就是分为就是相为音、不定音，然后还有不成音。那在讲不成音的时候呢，是讲到说生是无常，因为呢是眼睛所看得到的。那在讲到说生是无常，那是眼睛所看到的时候呢，这个音呢，它本身呢就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你知道说声音呢，它并不是说眼睛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不成音的部分。那第二个呢，讲到不定音的时候呢，那讲到不定音的时候呢，你所安立的呢是提到说生是无常，但你的原因是放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所知的缘故。那这个呢就变成不定，为什么是不定呢？因为所知它不一定会是无常法，因为所知里面它也包含了常法，所以当你放声音是无常，因为呢是所知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第二种，就是不定音。那三种相似音里面呢，那最后一个呢是提到说相为音。那所谓的相为音呢，就提到说声音是无常。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常的缘故，就是它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只要是常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无常。然后呢是无常的时候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常。但是呢你在安立音的时候呢，你把声音呢，它是无常，为什么它是无常呢？因为呢，它是常的缘故，就是它的音呢是完全相违的，这种呢是称之为是相违音。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三种相似音的时候呢，那第一个讲到说不成音的时候呢，那第一个不成音的时候呢，是讲到说对于说有法它的体性呢是不成立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生是无常，为什么呢？生是无常，因为呢它是眼之所取的缘故，就提到说呢，声音它的体性呢是眼之所取的这一点呢是不能够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是不成音，就提到说它的有法本身的体性呢并不会是音的缘故呢，所以呢第一个讲到说是不成音。那第二个呢不定音的意思呢，我们讲到说所举例的呢是声音无常，声音有法是无常，因为呢是所知的缘故。那这边讲的不定呢，其实也就有不骗的意思，就是你只要说是所知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无常法嘛，因为是所知，它有可能是常法。但是你在安利它的语音的时候呢，提到说声音呢是无常，因为呢是所知的缘故。那这个就是讲到说不定，因为只要是所知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常，也不一定会是无常，所以讲到说是不定。那第三个呢，提到说是相违音，就提到说声音有法是无常，因为呢是常的缘故。那这个它是完全呢，就是把它成立的这个原因是完全颠倒过来的缘故，所以提到说是相违音。所以我们可以透由它这三个名字呢，然后直接理解到说它这三种相似音呢，去命名的缘故是什么。
那刚刚讲到呢，就是视比度呢，除了分别视比度之外呢，那还有无分别的视比度。那无分别的视比度呢，就比较好了解。那就像是我们所讲的，像是所有的根线前或是异线前它的第二刹那，比如说直屏根线前的第二刹那，或者说呢异线前的第二刹那，这些呢全部呢都可以算是无分别的视比度，因为无分别视比度它就一定不会是比度嘛，因为它一定不可能会是分别。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三种视正音呢，那其实在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会用到，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到它这个词而已。就是像刚讲的，就是不成音、不定音还有相尾音呢，其实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常常都会用到。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述说。问说小明在吗？然后你回答说小明在啊。那小明为什么在呢？那你就回答说因为小华在。那小明在吗？小明在呀。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小华在。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安利成就是不成音。为什么呢？因为小明在不在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是小华，他的体性不会是小华，所以你不用看小明在不在，你不用先看说小华在不在，因为他们体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要说小明在吗？然后在啊，因为小华在的时候呢，那这种方式呢，就是第一个呢，这个是属于就是不成音。那第二个呢，它也可以属于是不定音，就是小华在的时候呢，小明他不一定会在啊。你用同样的论式去讲，小明在吗？小明在啊，为什么？因为小华在。那这个也可以决定是不定音，为什么呢？因为小华在的时候，小明可以在，也可以不在啊。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安利成是不定音。那第三种呢，就是你知道说小明呢跟小华这两个人是完全就是合不来的，有一个在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会离开。那你在安利的时候说小明在吗？然后回答说在啊，因为小华在。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相尾音，就是我们平常呢常常对话的时候常常都会用到，不过呢没有把这个名称安利上去而已。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